当然来看南部的消息，丹纳斯风台当上南部，这咱知影受灾户即马伊愿意恢复工园，未少老大人家己伫爬去咧厝顶伫修理，惊迄个画面或者网友翕到了铺上网络，互人看到呢真唔甘。台南的嘉义下营这个所在呢，这个16就发生一个60岁查某人爬去厝顶，这个架出来厝顶要砍篷布，无细字为2-3公尺悬的厝顶就咧摔落来。抢救嘛无效，这个死者是孤囝，平时伫厝内照顾98岁老大人因老母，因为这个厝顶并不是讲真悬，敢是因为本身身体出状况，详细死因爱去调查，是讲因惊这个老母呢挡袂牢，亲人佫唔敢会知影。看帆布向掌握各地的台南嘉义下营里这间家厝瓦，规厝顶捡找甲悬挂，一个查甫人爬去厝顶，想要看帆布，却无细哩摔落来。伊是去病的时阵，病家去救半点钟讲无效。就是要摔啊一摆，啊，就是赶落雨，厝也是久啊，房啊喺找伊啊。上到病院抢救，共款宣告过身，死者是一位60岁孤囝。昨日爬起哩差不多2-3米悬的厝顶，要甲师傅斗看帆布，是毋过发生危险的代志。因为佮行迄个后一个风台佮入来吼，你要厝赶紧来用个，爬起伫遐要斗用啊！啊，因为头一段爬起的时阵吼，就完了有小可摔着啊，手就有切受伤，就来膏药啊。啊，个个个爬起的时阵哦，我煞这个第二届摔落来哦，最严重啊！死者平常时也伫咧厝里照顾98岁的妈妈，摔落来了后无明显的外伤，是安怎死去的？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啊，拢这死者吼，就逐日我来送饭去哦，啊，伊就甲接饭咧用咧因老母食啦。这个心脏完啊，要手术过，所以讲伊无法度去做工，啊，拢因某去咧趁钱。我知啊，来就问，迄知是加烦恼的。对啊。意外发生后这2天，厝里的人也唔敢让妈妈知影后生过往。但那是风台东创台南真侪受灾户找无师傅，家己爬起咧厝顶修理。尤其有年岁的人伫咧真悬的所在做事，场面是真危险嘛，互人真烦恼。如今传出悲伤的代志，互外界拢看甲片头酸酸，更唔甘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